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文哥。又到谈恋爱嘅时节了。基本上我谈的恋爱嘅面面，就关于抢步抱拍步，拍步抱死诶，抢步抱拍步，拍步抱死诶。好，也係乜嘅？也谈一种果子，就是水果啦，一种水果。也做当也係半夜半张歌吼，都好也嘅时节啦，也种果子太出大家有想到也係乜嘅嘛？来看答案，也面面嘅答案呢，看到 U 诶，柚子 U 诶 U 诶，好，再看下一道枪步因为皮是长的咩枪步、爆拍步，也跟因为个囊拍摄的拍摄的，故说按照枪步、爆拍步，个杜方的拍步呢，又爆到加个 U 的一定那个 U 的像死的一样的就死条了毛个死的，故说按照枪步爆不拍步爆死的，答案按照 U 的同一种构字也做基本语嘅两个希望大家我希望好。